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伟民2020年大选已经结束了吼，咱看到中国国民党因为败选咧，来进行着这个党主席的这个补选。吴敦义是着这个党主席啦吼，咱看到立委江启臣这回补选当选着主席啦吼。伊讲要伫未来1年2个月内这个任期啦吼，爱派起着责任，要甲党内人士共同来拍拼。 进行着改革啦吼，要找回人民对中国国民党的信任，嘛要开上帝时间，将党务人事安排好势，实现党务改革、政党路线、人才这个政策等等这部分啦吼。我头一个面对的挑战，就是咱讲的中国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这个罢免案啦吼，要安怎来化解啦吼？咱讲拜三时阵看到江启臣头一摆来主持着中常会啦吼，这个中常委嘛提案啦吼，讲要救韩市长，我提案是无通过，高雄市。 回应是讲吼，目前上中工课就是专心来推测着市情。第二个就是来防疫啦吼。讲到台湾届届发起着公民罢免吼，到呾伫咧罢免乡镇市啦吼，市民代表者才有先讲过。伫罢免的这个保护限制标准哦是较悬啦吼，所以到呾咱看到立法委员也是讲地方首长罢免啦无通过啦吼。另外咱头头嘛讲到国民党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9日共识啦吼，到底这个共识是何去何从？今日咱就好好来讨论。 这部电咱邀请到4位来宾做伙来讨论。第一位，咱邀请到国民党台中市议员罗定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要邀请到民进党立委蔡益瑜。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新党发言人王炳忠。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要邀请到台湾基进新闻部副主任张柏勇。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哦，首先咱先来请教咱的议员啦吼。咱看到这回国民党展现了决心啦吼，伫本土派咱看到江启臣这个立委吼，今晚拼党主席成功啦。昨头一摆这个中常会啦吼，你甲伊拍几分？我感觉80分。80分。剩的20分是啥物？20分爱慢慢来进步。我感觉种江启臣主席吼，第一天吼就职就感觉马上改革，立竿见影，一天就更好啊！为什么会安尼讲？就足简单呢？大家拢会问讲，启臣主席吼，到底有啥物改革？是，就足简单呢。第一个就看到吼，咱中国就直接甲伊讲吼，你行唔对路啊！吼，你行这路吼是拿相对拜啦。哦，我感觉讲真好笑。中国你敢有选过举？你敢知影啥物是手票？是。你嘛唔知影嘛？你敢讲阮两个是来手票？我感觉是真好笑。你才行唔对路，你规家伙仔才行唔对路啦吼！咱今麦的江主席是真正是为着台湾优先。吼，那我感觉这是真好的。是，这个台湾优先是目前台湾社会这个主流啦吼。咱来看讲江启臣主席为昨这个主持着中常会，伊是安怎讲的？咱做伙来听。中国国民党这一个100年的政党，需要重设计，就如同很多的100年品牌一样。 除了保有经典，也要创新改变，推出新的商品。因此，我提出了党务改革、政党路线、人才政策3大改革的面向。未来也会陆陆续续以具体的方案跟做法。 伊讲未来有新的这个做法啦，咱来先看讲哦，江启臣伊是48岁啦吼，咱来看伊这个小党案吼，咱看到伊这个部分是这个党内青壮派代表吼，伊这回会赢过这个郝龙斌的这个原因是啥来讲吼？世代这个议题啦吼，得票率差不多要7成，拍败这个前台北市长，咱讲郝龙斌啦吼，洪这个解读是啥物咧？讲拿赢本土派甲这个少年世代的这个胜利啦吼，伊。 本地是这个学者出身吼，伫美国读过这个国际关系这个博士，政治这个资历吼，过去伊吼捌做过这个新闻局长啦吼，2012年辞掉这个局长了后，来投入去立委的这个选举啦吼，2016年、2020年哦，取得连任啦吼，咱讲伊会当佫是现主席是现任的立委，佫兼咱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啦吼，所以看到伊这个中常会这个表现，你甲伊拍80分哈，但是咱讲主席伊的这个代表意志哈，伊嘛讲到要有这个11人的这个决策平台哈，但是咱看到这个国民党党内啦吼，嘛有一声音讲这个中常会是毋是甲这个已经有这个中常会是安怎，搁要有这个决策这个平台，还有两个有塔照会这个感觉。伊昨就讲甲足清楚的，就是11个人小组吼，甲咱的中常
会哦，绝对袂讲平衡点拿捏不好。因为我熟悉的江启臣吼，伊本来就是一个打团体战的人，伊唔管是选立委的时阵，选市长的时阵，伊知影一个人无法度拍这选民吼，会当得到认同，所以一定爱有一个组织，大家做伙来讨论。嘛希望讲咱的部分的县市首长会当加入11人决策，做伙来讨论一寡吼台湾的大小事啊，一寡民调啊，也是咱的舆论啊吼，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啊，搁再来提起咱的中常会做伙来讨论，才会当真正来接地气，这章有讲过吼，所以我感觉这是大家免烦恼啦。是免烦恼啦吼，咱继续请教委员吼，安怎看这个国民党这回要进行改革啦吼，啊路线这个部分，伊嘛有这个决策平台，但是这个党内吼，咱看中常会这个委员本地的选举的时阵，这人差不多10几票啦吼，啊会当伫遐连续小伫遐选吼，啊咱看到这个中常委员，其实这个面腔啦吼，大家拢是较旧的这个部分啦吼，安怎看讲国民党要提改革，但是这个中常委员也是这个旧的这个部分呢？当然，咱先答咱的江委员吼，啊，江主席吼，啊，大家恭喜啦吼，啊，会使赢到这届对个国民党党主席的胜利。啊，国民党的改革吼，我想这是一个认真说起来是一个真大的一个工程啦吼，因为国民党亲像大家所知，这叫做百年老店，啊，百年老店呢，这个品牌吼，甲目前看起来是也无新，啊，毋过伊的包袱仔嘛真重，吼，啊，这个包袱仔上大的包袱仔就是国民党有真侪退休人员，啊，遐个退休人员伊拢比较着过去迄个退休金的制度，就是将近10几%的利息。吼啊，因即个制度会持续来，就是变国民党到目前为止，伊的财务状况真歹，所以做党主席的，你第一个就是你要面对着你的财务的状况，吼，所以咱咧讲吴敦义较早咱拢讲，啊，伊无功劳，伊嘛有苦劳，就是伊世界爱去募款，爱去处理，吼，爱去装钱，啊，装钱的人啊足艰苦的，所以我看吴敦义真正伊即届做党主席做甲，我感觉伊老真济，老款拢出来，啊，就是真正足大的，所以江启臣吼，咱的江主席今摆要来。占领这个马党吼，我相信一起真正是足大压力。第一，就伊的财务压力，啊，伊有要面对着因的党内因的年金的吼，因的退休金制度的改革无？啊，当然伊也要去处理着因的退休金制度的问题，伊就爱面对着国民党就爱承认，伫咱民进党顶一届咱所处理的年金改革是对的，吼是会使吼，啊后壁这个处理的过程是对，对，国民党必须要放下他的身段。去承认民进党做的年金改革是对的，依靠我都去处理伊家己党内退休金的制度的问题，啊，伊也无处理，就是伊爱保持宗旨，啊，无是国民党爱去挖着石油，爱去挖着黄金，啊，即马石油都遐尼俗，所以挖着石油反正也无够，吼，所以这是江启臣面对第一个问题，啊，再第二个问题就是国民党江启臣，我相信伊是少年派，所以伊有伊的理念，啊，伊会徛伫台湾心，这我对江启臣，我安尼直看伊下面同事，我对伊有这款的信心，毋得伊嘛是爱面对国民党内底也都有真侪老派，啊，这个老派咧，吼，啊，确实看起来。这个包括有可能是因不分区的，啊，咱就看着讲，就用这个牌咧，明明就是即马防疫期间安怎来讲，就是只要是防疫的，咱就是爱来支持，爱互这个政府有力量、有医生、有资源，会使紧去处理所有疫情的这个大细项工作，尤其对这个医护人员，一定爱来支援好够。啊，结果抓伫。拜一那个顶礼拜5的时阵，财政委员会啊，国民党抓有天兵走出来讲啊，我要打这个振兴这个防疫的这个振兴的一个预算，我要打东北城是偌济的金额咧，600亿，伊要动480亿，啊，伊讲的理由是讲我要好好来处理这医生的每一个项目。好，看起来是对，毋得你人动这8成，你都要人糟蹋，大家的公务人员都糟蹋，一个月讲都讨论一个月，较来动资。问题是真线的医护人员都已经袂付啊。所以你也安尼看起来，就变成说，国民党老派有伊的想法，有伊的做法。啊，也许这件代志江启臣，我毋知影伊对国民党党团去提这个案，伊有了解无？因为伊家己嘛伫方伊内底。如果伊是了解的，啊，伊也无法度去。第一时间来冻掉，安尼表示讲国民党面对伊老派江启臣啊，面对这个老派嘛是要安尼，无伊法就对啦，无伊法，因为这个人论资排辈，就是比你较资深，比你较有辈分，所以你要讲的时候你压伊压袂掉，较歹想法是讲江启臣感觉伊安尼做无要紧，安尼起来的话会拄红的，因为看起来即摆人民知影讲。
防疫期间面对武汉肺炎，安怎讲一定爱是来这个医生爱支援我教。吼，我来遮录影进前吼，我也爱处理一件协调会。这个协调会是啥？就是讲伊一个中小企业，伊含中油公司拍契约讲吼，我要一个月用偌济天然气。吼啊，因为吼，伊即马是还在汽车，哦，也汽车还在公司工厂打开新的汽车的阶段。啊，因为武汉肺炎嘞，哇，汽车嘞，即马无法度车工，无法度车工就无法度汽车。啊，中油讲啊，你无用到你的即个咱约定的标准量，所以我一个月要等你罚100万。罚2个月，安尼也赚会掉。所以我拄仔就爱协调这，所以你会使知影讲，即届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伊影响的经济是每一个层面，包括到上基层的农渔民，拢会因为肺炎去影响到。所以后壁这600亿要来救这个肺炎，还谁也无够。江启臣面对着国民党提这个案。伊也无法度去制止，甚至讲伊含伊对这案的时阵，伊是感觉讲无要无紧的话，安尼阮就会失望。感觉江启臣伊要解决的这个决心就无够。就是讲伊掠着这个世代议题会当当选，但是伊无法度去处理到本地内部这个少年派甲这个老派这个部分。是啊，阮对伊有期待啦。我相信讲伊要来选这个党主席，伊有相当的感觉，因为伊一定知影讲国民党有太侪问题是爱去面对的。是，所以我要搁请教咱议员吼，头拄我嘛问到私底下问到你啦吼，就是讲到底这刚起成这个主席是毋是真正是主流的声，还是讲恁这少年辈的声是主流，但是面对着这个老派这个前辈，安怎去甲回应？我感觉足简单的问题吼，大家会当想一个问题，就是讲即马国民党的党团吼。书记长是谁？就林维洲嘛，林维洲嘛是少年派的吼，伊绝对是听讲咱的启成主席的讲话吼。啊，第二个，我要拜托各位吼，我们静下来吼，我知影讲即马肺炎，大家听到就足敏感的。啊，但是拜托你，600亿的物件，江启臣讲过，你是会当先有480亿，我们先冻结以后，120亿你先用不要紧。啊，但是你讲。有法度一个月内底600亿全部开完，无可能嘛？啊，所以咱的党团江启臣就讲过啊，咱是完全尊重监督执政长是咱在野党的天职。我拜托各位一定要体谅，咱是来监督，但是绝对不是黑白母。啊，希望讲大家会当知影讲，苏贞昌院长嘛讲，我一礼拜补资料，所以伊嘛知影讲一寡资料无准备好势，所以人家会讲吼，你爱先打东啊，你先卖开这600亿，我先互你冻结480亿，所以千万唔通用标题就要甲人抬。拜托各位，所以嘛是徛伫这个在野党爱监督这个立场啦吼。咱回过头，搁来讨论着讲吼，这个当选这个党主席了后，咱看到这个中国的态度，还是讲各台办的态度到底是啥吼？咱看到迄当阵当选的时阵吼，习近平无发这个贺电啦吼。咱看到3月初当阵，中国国民党中央就宣布讲。当选新任的这个党主席啦吼，啊，惯例咧吼是讲过去会受到这个共产党还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就是讲咱习近平的这个贺电啦吼，啊，超过5点钟拢无受到这个贺电，啊，最后是这个各台办这个朱凤莲吼，伊用新闻稿来回应吼，啊，搁一摆讲到吼，这个9日共识啦吼，啊，甲反对这个台独这个部分吼，啊，另外咧，党内嘛是想讲吼，江启臣这个就职时阵无提到这个。无去讲起到这个9日共识啦吼，啊，捌讲到这个两岸的论述，啊，搁电一届来搁想过啦吼，啊，亲美的这个立场拢互接应是这个隐性的这个态度吼，啊，才会导致就讲啊，习近平无发到这个贺电啦吼，因为过去咱看到马英九、朱立伦，也是讲洪秀跳，也是讲吴敦义哦，虽然讲有延前1.5点钟啦吼，啊，毋过咧，咱看到可能这嘛是尾啊，拢有收到这个贺电啦吼，所以真正对于江启臣来讲，无收到贺电是好代志吗？我感觉是真好的代志。伊完全一天就解锁成就吼。因为较早的主席拢有贺电吼，啊，这款的主席无贺电，为虾米？因为伊就是台湾优先，伊讲一句话：中华民国是咱国民党的定海神针吼。这就讲足清楚的，歹势，咱即马是台湾人民优先，哦，所以这款的发言哦。互咱的中国真正是无法度接受，是，但是不要紧啊，咱是台湾人呐吼，歹势92公司吼，我这少年人嘛较唔知影，92公司的时阵我才4岁，啊江启臣讲伊20岁啦，啊即摆的少年人啊，搁有咱的社会主流意识吼，92公司歹势是旧的物件，咱即摆是
2020，咱爱往前看，所以我感觉就甲江启臣讲的，咱即马爱改变这100年政党，就是安尼来。哦，定设计啦吼，伊照伊讲法就是 redesign 啦吼。咱继续先到屏中啦吼，就是讲你过去嘛有就这个课程啦吼，你选主席的时阵，你嘛有做一寡回应啦吼，批评就讲这个九二共识无去甲提出来吼，你的看法先甲咱说明一下。是安尼吼，他拄仔大家咧讨论讲国民党改革的问题，我听哪亲像讲就是甲伊简化，变成讲是老派甲少年派之间的问题吼。其中有一寡譬如讲国民党如何发这个退休金等等，我想吼，迄拢是国民党内底家务事吼，阮这外人嘛无好去做伤济评论。我评论是啥物？我所注重的是你这党的路线，为什么？因为一个政党存在目的是啥物？毋是讲单讲，互恁国民党的人会当选调，会当升官，会当发财，当摕权利嘛吼。这个党存在的目的是你有啥物款的主张，你有啥物款的路线，你认为这个路线对台湾人民好，你甲伊讲出来。即摆问题，头拄仔咱罗议员讲到，讲中国迄边其实就是大陆啦吼，大陆迄边讲恁亚乡对败，其实大陆并无讲话哦，大陆即个嘛无互电啊，伊就是无评论吼，伊无意见。对着国台办讲啥物？国台办讲的是讲希望即马新的主席会当承受过去国民党甲共产党之间有的共识，叫做92共识。好，即马这就是民进党批评讲，因为迄是恁国民党甲共产党的共识。我民进党无参与啊，迄我无要信任。好，所以民进党无要信任迄个92共识了后，民进党曾经嘛讲，是毋是当有啥物款的新的共识，是新的一种想法？但是人大陆无接受啊，无接受到即马变成两岸之间的执政党变成无共识嘛。无共识到尾啊，咱看到民进党就惊响，在去年选举的时阵，拢画啥物口号，叫做抗中保台嘛，伊如何对抗？是毋是真正有法度对抗？迄是另外一回事。至少民进党伊讲出伊的路线，叫做抗中保台。即马问题来啊，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你的路线是啥物？你是接受抗中保台吗？你若是接受抗中保台，头拄罗议员嘛伫遐讲中国安怎，问题是你的名就叫做中国国民党。安尼你若讲对方是中国，安尼你家己是啥物？所以这就是牵涉着讲你这个党的路线，包括着讲你未来若是有法度执政，有法度当选，你到底要如何带领台湾的问题？过来就是讲，今仔日若是民进党要抗中保台，就表示讲我要甲你对抗啊嘛，所以要对抗唔免共识啊嘛。就是已经要对抗啊，甚至有可能爱做好烧钱的准备啊，要对抗啊嘛。但是国民党是毋是嘛接受讲两岸就加向对抗？大家就开始来车拼，看谁的力较有够，就来比力。是讲国民党认为讲，有缘需要两岸之间爱有一个共识，爱有一个当大家坐落来讲的一个基础，就是你嘛信任，我嘛信任的物件。即马讲92共识老啊、旧啊，迄当阵我才4岁，我才20岁。问题旧啊甲错啊是无共的意思哦。今仔日你讲旧啊是讲因为时代变化，蔡英文嘛做了4档，规政势变啦，所以92共识可能已经无够啊。所以需要有一个新的共识，迄就是一种讲法。若是认为讲92共识内底所讲的迄个一中，咱两岸根本毋是一个中国啦，阮就是一边一国啦，像人阿扁也是安尼讲，民进党咧是伫遐叶叶，有的时阵讲，有的时阵无爱讲遐尼敏感，伫遐叶叶。中国国民党你阁是如何讲？你是毋是嘛认为安尼？是讲你有缘认为过去92共识的一中是对的，你个表如何表，迄另外一回事哦。你头前有一个无叫一中哦，你认为两岸拢是一个中国哦，若是今仔日国民党认为讲92共识错啊，这一中根本拢唔对，我头拄讲啊，旧啊甲错啊，迄无共意思。那认为讲这92共识根本是错误啊，安尼过去中国国民党按照着92共识所完成的所有遐协议。包括马英九甲对方领导人的见面，所有这代志，包括上早连战去甲中共之间有国共的两党的和解，这所有这的人甲代志，即卖中国国民党的江启臣主席是毋是拢总否定？拢要推翻，所以来扇脆皮，就变安尼哦。到底这个92共识是毋是？真正有这个共识啦吼，咱来看讲伊这个历史的背景到底是啥？咱看讲，其实这是1992年11月时阵香港会谈啦吼，当阵是海基会甲海协会哦，伫遮做会谈啦吼。
本地是要做这个事务性的这个讨论尔吼，啊，中国突然间吼讲中国也是讲统一这个议题去做讨论吼，啊，双方这个认知其实拢有争差吼，啊，上尾无签署着正式协议，也是讲其他文件啦吼，所以咱讲着迄当阵来谈判这代表辜政府啦吼，伊是讲92年这两项会谈啦吼，对一个中国的这个表述吼，双方真正是无交插的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讲到1999年，迄当阵的这个海协会副会长吼，当筹备啦吼，伊讲为着反制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至少是特殊国甲国关系啦吼，就是咱讲的这个两国论啦吼，啊表示两岸伫咧1992年的时阵。咧讲的时阵啊吼，已经达成认同一个中国的这个共识啦吼。但是这个部分哦，咱讲9日共识是安怎来的？是这个迄当阵的陆委会吼，苏启伊去创造出来啦吼。所以2005年的时阵，前总统李登辉哦，伊就讲吼，将来都无这个9日共识啦吼。啊，叫迄个人出来甲了对质啦吼。伊嘛有亲手去写着一个这个公开的这部分啊。伊讲9日会谈无共识啦吼，历史袂当去用安尼歪歪讲。黑白写啦吼，伊嘛有签到即个部分。啊，咱看到2005年即个陆委会苏起吼，伊嘛佫讲一届吼，国民党自即个1992年发到即个2000年哦，一中各表发了8档啦吼，但是中共啦无介意是即个表即个部分啦吼。啊，2000年咧，民进党即个赢到大选啦吼，啊，国民党迄当阵还未交出政权的时阵，为着要用两岸来解套啦吼，营造迄当阵即个较和平的即个气氛吼，尾啊再用即个9日共识啦吼来。中心包装着这个一中各表啦吼，咱继续先来请教这个议员啦吼。是。到底头拄啊，咱的这个饼中嘛，甲咱建议啦吼。到底这个国民党路线是啥？像咱这个民进党有真明确这路线，就是抗中保台啦吼。啊，你嘛有讲到这个台湾优先，但是台湾优先尾啊，这个两岸的这个论述，中国国民党才是要提出什么新的这个论述？新的论述嘛，毋是新的啊，江启臣主席。昨就讲甲足清楚啊，民进党是抗中保台，国民党足简单呢，就是亲美和中，这就是咱的主张。啊，这就足简单。9·2共识，那是旧啊，即马嘛毋是讲错，即马错的人是习近平，讲甲足简单呢。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有两岸模糊空间，但是习近平就去年就讲啊。歹势，两岸共谋统一，是你打破咱的模糊空间以后，我才知影讲两个人做伙遮久，才知影你要甲我接去。当然我要抽身啊，我无法度去继续伫遮9·2共识甲你模糊来模糊去啊。阮即马是台湾优先，就足清楚的。啊，我要亲美和中，就是阮的主张。所以这个讲法，边中间无同意。我无法度同意，为什么？因为这是完全讲白贼。大陆讲统一，那是自旧年向讲的啊。人从1979年讲和平统一，讲到即马，啊，1992年的时阵是李登辉中国国民党的执政，迄当阵海基会加大陆迄边叫做海协会，伫香港会谈的时阵，虽然对着一个中国，到底伊的内涵如何来讲，大家有无共款的方案，吼，就侪款的建议，但是自坐落来第1分钟，拢无即个议论的是啥物？大家拢同意就是讲。两岸吼，你袂当只有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你大陆嘛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中国的内涵如何解说？两边意见无同，但是最后要共同来要求国家的统一。所以，迄当阵的中华民国宪法，在李登辉的主政之下，伊的这征修条文，才会有国家统一这个理念嘛。所以你来讲，我。从来唔知影讲，原来要统一，这是讲白惨嘛？你家己的宪法拢写，那会讲你唔知影这件代志？吼，所以1992年的时阵，你对如何解说这一种的内涵，大家看法无同。但是对着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因为唔但会当讲台湾尔，你嘛会讲大陆嘛是中国一部分，所以唔是叫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吗？所以人习近平其实无讲白贼咯，人是将你国民党当初是你海基会家己所讲的话。搁念一届互你听，迄当阵即个两岸搁换文，大家去找资料，这唔免正吼。啊是即马国民党家己变啊，所以变的是国民党，因为国民党自去当阵搁是有即个国统纲领对无？搁要国家统一，名叫做中国国民党，当然是认为家己是中国啊，无你为虾米叫做中国国民党嘛？所以是国民党家己变去。
啊，即马我为虾米讲旧啊甲错啊意思无共？你若是认为讲旧啊是表示讲九二共识无够力啊，因为九二共识迄当阵只是处理事务性的代志，无插着政治性的代志，吼啊，大家讲啊告表啊，大陆无承认告表，歹势。既然叫做告表，表示你表你的，我表我的啊。既然是告表，表示讲袂当共同审理，才叫做告表嘛。啊，今仔日若你认为讲处理事务性已经无够力啊，即马需要搁精力搁较深，所以九二共识无够，这叫做认为伊旧啊。但是认为伊错啊，还是认为根本无九二共识。所以这国民党的议员要讲互清楚，你是不是认为根本无九二共识？若是你认为根本无的时阵，过去所有国民党。逐摆选举，逐摆去大陆，还是对咱台湾的选民讲到九二共识，拢总是讲白菜咯。安尼国民党是不是应该先公开道歉呢？但是安尼是不是国民党一个新的出发的空间？我感觉这就是足简单的改革嘛，你爱改变嘛，所以真正9·2共识，你要讲这历史真正讲袂完。咱即马就看头前就好啊，看未来就好啊。咱即马就是一定爱台湾优先，中华民国优先，中国国民党就是中华民国国民党，就简单。不管你是安怎去承认这样子的一个名称，我感觉名称拢无虾米要紧。即马就是咱的宗旨，就是为着咱的台湾人民优先吼，这是遮需要的吼，咱的市政做好，咱的防疫做好，这是咱台湾人民需要的物件。是，咱就是纠结吼，以前的历史才会愈来愈来，唔知影讲未来要安怎行，要安怎改变吼。所以我讲历史吼，我一定输，但是不要紧。但是我爱甲大家报告，咱就简单的，咱的国民党今马改变啦，咱今马就是爱为着咱的台湾优先，为着台湾人民。歹势啊！你要去中国趁钱的吼，你莫来中国国民党吼，你莫来阮遮，咱是要来服务的，要来执政的，这就最简单的。有影吼，咱看系问一句吼，请教国民党的议员，你讲要亲美和中嘛吼，你爱甲中国大陆要和平嘛？是。你即摆认为讲，若是要甲中国大陆和平，敢有需要两岸敢有需要有共识？有还是免？若是有需要。九二共识，即马哪就要调整？我嘛毋茫讲国民党看当调整出一个新的大陆当接受，是认为讲毋免无需要，是有需要，是无需要。两岸敢有需要共识？若是要和中的话，就自恁讲的话嘛，就是讲和中的实践的这做法是啥物？对，和中无一定爱讲政治，和中一定有一寡经济，搁有防疫，搁有足侪物件，咱会当做伙来合作。无爱讲政治吼，我感觉这是即马留互这大人去决定。咱就是希望讲咱的地方过好，地方的每一个市政做好，才会当符合人民的需求。歹势，我是地方出来，我是里长出来的吼，我嘛是78年次的台湾人，所以我的讲法吼，无一定是江启臣的讲法，但是歹势。这是少年人阮即马的新的这个主张啦，就最简单的。所以咱先来看讲江启臣对九二共识的这个伊讲过的话是啥吼？伊认捌啦吼，就讲九二共识是淡薄仔较旧啊啦吼。伊嘛讲吼，看到即回这个中国甲美国这个两边拢咧抢权的这之间吼，台湾需要有中心平衡两岸这个定位啦吼。看到第三点就讲吼，这个过去两岸这个议题甲九二共识一直拢是国民党真重要这个议题啦吼。即回大选败选吼，嘛是受到这个两岸议题的影响，但是伊讲吼，无代表九二共识是有问题。就是讲吼，这党内安怎去认捌到这个新的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是要安怎来讨论啦吼？继续，咱要先来带大家来看讲吼，另外一个国民党爱面对的这个挑战，就是讲咱面对着这个罢免韩国瑜市长这个案啦吼。目前咱嘛看到讲，这个罢韩团体已经第2阶段送这个联署书啊吼。先来看这个新闻片段。罢韩团体靠100外人，中岛位高雄市府凤山行政中心出发，阁有载400外箱联署书的货车游行到附近的市选委会。按照选举罢免法规定，去年高雄市长选举人数228万外人，伫第2阶段联署的人数就要有10%以上。罢韩团体推算，要超过23万份才通过关。现此时正式送出40万份联署书。40天之内，我们完成了超过55万份的联署书的联署，并且我们会送交其中的40万份，这样的进度远远的超乎预期。大专院校期末考的之前，所以同学们赶快开始念书，好不好？我们现在先把书先念一念，到时候呢就不会因为要期末考而丧失这回乡返乡投票的这个机会。
市府强调，即阵市长专心市政，把防疫的势头做好，嘛提醒主办单位爱做好群众的防疫措施。目前为止，高雄市政府专心防疫，所以虽然主办单位今天送件，可能是超过100人以上的户外活动。即使是针对高雄市政府，我们也呼吁主办单位要关心自己的健康，也关心群众的健康。希望说我们的党中央可以来协助我们高雄，因为2018年是1人救全党，那2020年希望我们全党一起来守护高雄，来协助高雄。同这个时阵，伫市选委会头前，嘛有几名挺韩国瑜市长的民众夜期天开口号表达支持。警方为做人墙，甲双方隔开，无发生冲突。那照法律规定的时间推算，罢免的投票时间会伫6月中，嘛就是可能伫6月13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咱继续要请教朴勇啦吼，就是讲咱这回这个罢韩已经进入到这个第2阶段啦吼。咱讲进入到第2阶段，啊，上主要就是讲过去咱讲韩市长本地选掉了后，就去选总统，啊，对市民这个交代，可能较无遐尔啊这个顶真啦吼。所以恁有发起这个运动，啊，恁运动吼拄到这个困难是啥物？还是讲需要面对的这个挑战是啥？先补充一下，就是头拄仔咱即个画面顶讲有议员讲，然后2018年是1人救全党嘛，吼，表示讲伊会当一个人救全党，表示伊的路线是正确的。那会讲2018年过1当外尔，吼，啊就变成讲全党爱救1人，表示讲即个路线是伫1年的时间内底完全大转换嘛，吼。所以伫这过程当中，我感觉国民党你的改革，包括江启臣你的改革内底，你爱去讲个清楚，讲到底国民党包括着韩国瑜，你即马拄到的这个状况，你到底是要行倒一条路线吼？啊，所以咱包括着高雄市民的罢免嘛，毋是干对这个市政无满意，咱要出来罢免，然后嘛有真侪伫这个选举过程当中，包括韩国瑜亲中的这个部分，哦，包括着真侪这个伊反背着咱高雄市民曾经的这个承诺的部分，这拢是咱高雄市民不满的原因嘛，吼。啊，所以伫咱第1阶段，包括着第2阶段这个人数的过程当中，咱拄要伫街头收人数。接受到真侪即个韩粉，包括检举啦吼，啊包括着讲要开车，甲咱的志工才会开车弄啦吼，啊包括着佫有寄即个恐吓信来，讲要甲咱的总部炸掉吼，这拢是即个实质上面的即个恐吓嘛吼。啊，伫行政手段顶悬的，佫有啥物货？佫有一个，我感觉即马因就是讲，咱遮会无共款的声音叫做韩黑产业链吼，黑韩产业链。但是这上呢，其实咱即马市政府最厉害，就是伊佫有一个叫做反罢免产业链。啥物叫做反罢免产业链？意思是讲，伊会先叫韩粉去甲你检举吼，检举第一，伊甲咱检举讲咱的总部是叫做私人社办事处，私社办事处了，伊发一个公文来讲吼，啊，你这吼有这个。有人甲你检举啦吼，你这个有私设罢免办事处的嫌疑，啊，你若是无讲清楚呢，有可能罚20万到100万的这个罚金，吼，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是甲咱讲啥？伊讲有人啊，民众甲咱检举讲咱的联署书是用手抄的，吼，这个有这个法律上的造假的嫌疑。所以呢，伊第一先发一个公文讲咱是用假的，啊，第二就是讲陈雄文伫咱上行了，伊讲吼，这个他会严格来做审查。但实际上陈雄文你作为高雄市这个选委会的主委，你应该是爱行政中立嘛。照理来讲，你要严格审查，这是做正确的代志，但是你袂当讲咱民事书上入了，你第二讲你要严格审查，原因是因为你认为这内底有造假的部分，你就还袂看你哪知阮造假吼。3万会比较太对，爱3分太掉，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迄原因是因为联署书你第1阶段的提案人，他不得为第2阶段的这个联署人。但是你就还袂检查，你哪知影讲内底有3万人咧？啊，无你靠这3万人根本就还袂写第2阶段，吼，这拢无一定。所以我认为讲，你作为一个行政中立的这个主管机关的主管嘛，吼，你讲的拢有真大的问题啦，吼，包括着咱嘛伫这个交行3月9号交行迄天，咱嘛有甲检举讲，啊，你作为选委会主委，你嘛是高雄市的副市长，你本身就是去用罢免的对象嘛，因为你的头家韩国瑜若是讲伊无这个工课了，你嘛是会去用辞掉嘛，对吧？好。安尼表示讲啥？表示你是利益关系人的。那根据公职人员这个利益回避法，理论上你是袂当来做这个选委会的主委。啊，伊有讲，因为吼，这个选罢法内底伊是会当来做这个主委，但是我必须要讲的就是讲，伫选罢法法律内底，法律是对人民上介基本的这个约束，但是你是政治人物，伫政治人物内底，这个物件应该要回避物件，你原底就要首先来回避。那还是讲人民讲已经甲你检举啊，你搁等下讲哦，选罢法我会当来做主委。而且这个陈雄文我甲大家报告吼，伫去年伊是伫
伫去年9月份的时阵，韩国瑜面对罢免才甲换起来做迄个主委，原底的主委是咱行政算是讲行政体系内底最高文官是秘书长，市府的秘书长，这拢无啥问题。但是安那韩国瑜伫去年9月份，伊看到即个罢韩的即个势起来了后，伊就甲陈松文换来做即个选委会的主委，伊是一个政务官嘛，这内底其实就造成讲咱高雄市民其实伫联署过程内底诚大的一个压力，包括着咱咧写联署的时阵，咱拢规个高雄市加几啊十万的字音字形高手，因为惊写唔对，包括着杨定波的杨，包括着六句的句，咱拢惊讲一日若写唔对，变成讲迄张变废纸嘛，所以规个高雄市大家拢足紧张咧写这个联署书，但是联署书写入以后，这是扎扎实实40万份的民意去哩，结果你竟然甲市民怀疑讲恁是毋是咧造假，所以这对市民来讲拢是，我讲拢是二度伤害，一度是因为选出韩国瑜嘛，二度就是讲咱要甲你罢免，你竟然甲咱怀疑咱的心意就对了。是，各方质疑就对了。对。咱继续来请教咱的议员吼，头拄仔咱冇听到这个朴勇安尼讲啦吼，其实咱头拄冇看到这个影片内底议员伊讲吼，这个一人救全党吼，这回真正是全党要来救一个人，咱看到这个中常会嘛有人提案吼，15个这个中常委员来提案吼，要来救伊，甚至讲吼爱甲这个中常会啦行动到这个高雄去啦吼，真正敢有效？我感觉无效，我要用一句话、一个歌词来讲这个代志，就是最后的疼惜，就是手放开。手放开，唔是讲你目睭紧紧看韩国瑜市长哦，互人安尼罢免。咱其实江启臣主席早就开始咧帮忙韩国瑜市长咱的高雄市的市政。为什么会安尼讲？大家莫袂记哩啊！江启臣是第一个互人放风声讲副总统爱找伊做伙来选。伊两个人早就韩江连线啦。只是你唔知影尔。第二，足简单咧，伊的一个大将郑肇兴，咱拄则新闻有看到。2月4号就下去高雄帮忙咱的市政，希望讲会当吼咱的形象会更较好，会当互咱的高雄市大家看到无共款。所以早就已经开始来帮忙啊！吼，唔是讲咱的中常委会当搬去咱的高雄开会，就会当救咱的韩市长吼。所以大家千万唔通讲啥物专党救一个人。我希望讲吼，你互咱的市长表现，大家静下心来看市长这届的防疫有做好势无？这届的防疫敢有出什么纰漏？再来拍咱的分数，有足侪咱的网络嘛，足侪人讲哦，这吼选举已经过啊，选举已经过啊，所以大家爱看的是一个市长有表现，唔是讲哦，咱的选举的仇恨搁继续伫遐，但是罢免是这个团体吼，他宪法赋予他的一个权利，伊会使做哦，但是我相信最后咱的高雄市的市民会有更明智的决定，就是可以继续做啦，3年表现看卖，才过来评分啦。对民进党来讲呢，因为过去吼，咱讲民进党伫遮经营20档啊吼，看到这个高雄市长起来，有这个罢韩的这个团体，算是对民进党这个韩国瑜的问题吼，是伊已经互选民吼，尤其互高雄市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大家嘛对韩国瑜吼，伊的市政吼的能力差不多嘛拢先来有破啊啦。的定位就是感觉韩国瑜确实对市政就是无了解。阮是选你来建设高雄，选你来好好做市长，唔是选你来即马开始要学习做市长。所以对高雄来讲，大概韩国瑜这3字做高雄市长，的评价这个物件是已经定掉了。我想这无法度去做一个改变。是。所以即马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即马是真尴尬啦。因为以江启臣伊即马要推动的国民党要走向本土化，国民党要有一个新的一个思维，差不多伊讲的。不管要本土化，也是讲要有崭新的思维，相对就是对照的镜子的另外一面，就是韩国瑜。韩国瑜伊所行的路线，就是讲，比如讲，伊伫选举的时候，伊在讲，我要当公务员的，你应该叫改倒转来。所以伊捍卫就像亲像讲，即马伫咱防疫期间，逐工咧吐槽的李来希这款的人。韩国瑜就是捍卫这的人就是能捞就捞，能混就混。这韩国瑜伊互外界一个形象。再来就是韩国瑜伊所讲的两岸的关系看起来，伊是较倾向讲，我想可能和咱的
咱的位中遐，在某些层次上，因为可能因对9·2共识的理解，伊对台湾甲中国的关系的认知会较倾向可能平中上啦平中遐啊，所以含江启臣主席即马要行路线就无共啊，所以江启臣要即马用党的力量要来救韩国瑜，这会有一个论述上的困难，啊是韩国瑜讲伊要改变，伊家己嘛来改变，伊嘛来改变伊的基调，伊的论述，啊，毋过我感觉韩国瑜变袂赴啊，因为伊互大家迄个既定形象深植民心啊，真正是做歹改变，尤其是伊选举前。迄个公办辩论，媒体媒个安尼，我想伊就是有足大的改变嘛，媒体嘛，大家唔插伊啊。所以即马即场罢免，甲现主是看起来加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投票率。是，就是讲有法度打，才会高雄市民，因为高雄人较是白票，是讲去别位的真侪在地高雄人可能较无遐尼侪，有法度打在地高雄人，大家拢催出来投票，也是讲外地会使返乡投票，转来即场罢免的票。以咱过去的经验啦。补选是要支持人，而且是可能两个政党国民党还是所有的候选人拢在动员的状况之下，补选的投票率，的投票率一般来讲平均拢差不多是3成，是，较好的4成，所以你会知影讲，这种的唔是做伙选的状况，加一个小区域的选举的时阵，伊差不多吹。2个人做伙吹，足侪人做伙吹票，嘛差不多3成外至4成。是。啊，你要安怎的，就是捍卫住讲，这个罢免的，我有2成5的出来投这个赞成票，要甲这2成5吹出来，这是即马我想即马要发动罢韩的这个团体，伊所要面对的，这个就是讲，伊伫罢免的这个行动中，他要更有。这一个更强的煽动力也好，更强的论述，更强的鼓舞能力，和高雄人感觉讲，这就真正无出来当这个罢免吼，真正就暗时食袂，暗时困袂去啊，规工食袂落啊，有这种款的动力的话，我想罢免一定会成功。毋得多嘛会使讲韩国有去碰到一个天时啦，因为即马这个武汉肺炎的这个武汉肺炎所以袂使群众运动拢减少去，所以有时迄个。要动员要做事的时阵，相对较无法度落去做。是。所以要突破韩国瑜去打着这个天时，咱的罢韩团体都拼会过无？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大的挑战，都嘛是真正要加油啦。是，咱先请朴勇啦吼。是。来感谢委员的建议吼，我伫遮其实我对2种人非常有信心啦吼。第一叫做高雄人，因为咱伫18天的时间收到超过30万份联署书，咱原底法定时间第2阶段是60天的时间，但是咱40天，吼咱包括着伫武汉肺炎的这个情况之下，咱就收到超过55万的这个联署书，所以我对高雄市民非常有信心啦吼。第二是讲我对韩国瑜市长的表现嘛非常有信心吼，这个表现是讲伊咧催票的这个部分吼，包括伊最近佫开始伫遐开始有一寡奇怪的发言，包括着伊要伫高雄舞这个叫做香港村啊，香港村的物件，大家真正是看无啦，想讲这个一句话叫做熟悉的韩国语佫转来啊吼，所以我要讲的是讲吼，其实对真侪高雄人来讲，咱伫1月15号，包括着2月10号、2月10号，然后这2天其实。拢有遮的电视台有做民调，伫这2份民调内底拢是53%吼，打死不退，坚定罢韩就是53%的这个民调，所以表示讲高雄市民就是有遐尼侪人对这个韩国瑜是非常无满意，认为讲印第安甲罢免的，所以其实我认为讲到差不多6月底的时阵，咱的这个投票我是相对有信心的吼。所以佫讲转来就是中国民党即马想要来救这个韩国瑜嘛吼，但是第一会拄到头拄仔委员讲的这个论述上的问题，因为刚起成是安那会当起来是原因你咧检讨规个国民党过去1年的这个选举的路线嘛，过去1年选举路线上不出来是韩国瑜啊，表示你刚起成应该是徛伫韩国瑜的对立面啊，那是讲你今日变成一个改革派出来了后，第一句话讲我其实早就派郑肇先来甲帮忙啊，我党嘛有可能会甲救最近嘛会甲伊接受，所以感觉这是。我不管江启臣安那想啦吼，这规个听起来拢真奇怪吼。你是改革派呢，安那会你抗旧派系混在一起，而且你要甲救。第二是。一个市长做甲要党中央来救，这是足见效的代志吼。这是表示你是一个草包。包括着国民党过去规个选举了，即马规个城市，包括着武汉肺炎这道的这个民调拢真歹看嘛。表示伊即马是泥菩萨过江，泥菩萨过江，你搁来高雄，甲这个烂泥扶上墙，我感觉是淡薄仔为难咱的江主席然后。所以我感觉翻过头来，咱也是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讲虽然江启臣伊是咱所咧讲的国民党的本土派，但是这道国民党其实伊要来处理的毋是本土派。
也是讲即个老人的问题，伊其实嘛是爱处理中国伊过去中国的问题嘛。因为伫2000年李登辉总统去互挂出来了后，其实中国国民党内底伊就无所谓的本土派，无本土派李登辉袂互挂出来，所以这才是国民党伊爱去面对的，伊爱去面对规个整体伊的不论数的问题。所以我头拄仔来听起啊，我感觉秉忠大哥较像我过去理解迄个国民党，然后我们的罗议员伊较像我理解迄个民进党，所以我感觉讲，如果咱要来讨论讲国民党今麦规个路线的这改变的，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可能是很主席的国民党就改线，和行动来代表就好。啊，今麦国民党如果你真正爱以台湾为优先的话，你就改名叫中华民国国民党。我唔知啦吼，但是我要讲的，我要强调的是讲吼。如果台湾优先即摆遮尔重要，是安那过去韩国瑜的选举内底，咱拢唔捌听过即句。台湾优先吼。对，我唔捌听啊，但即摆选举了哦，敢若规个势是安尼了，国民党就变成选举路线，吼，大家安尼想啊，我就安尼做，啊，所以我感觉这是坚持的问题啦吼。啊，所以翻头来，阮来看即道的罢韩嘛是共款。其实民众对韩国瑜的遮个袂爽，包括着无满意，除了市定的部分之外，佫有一个伫政治上，伊认为讲即款的政治人物其实是无法度代表台湾人民吼，伊伫总统选输嘛，但是嘛转来高雄市了，高雄市民嘛认为讲，啊，你一个高雄市长安尼不甲全台湾拢讨厌你，咱高雄市嘛这个嘛是感觉真见笑吼，所以嘛是要甲你罢免。啊，所以我认为即道的即个投票，我是相对咱高雄市民是真有信心，后咱一定会当来做即个成功。但是伫即个过程，高雄市的选委会嘛是真侪拗步，这嘛是咱需要去注意的所在啊。是，所以咱讲选举罢免啊，本地就是即个咱已经有的即个咱讲即个定数啊，是讲本地有的即个制度啦吼。咱过来带一解看讲吼，即个选举罢免，即个罢免人数即个制度吼，到尾手啊，即个投票同意的即个票数到底爱满偌济啦吼。第一阶段即个选民提案吼，爱有1%啦吼，第二阶段爱有10%啦吼。啊，因为即回咱讲吼，爱依照着过去2018年高雄市的即个选举人数，差不多2281338个人啦吼，所以即个第三阶段投票同意的即个票数吼，爱达成着即个总数的即个2×5吼，还大过即个无同意的即个票数啦吼。所以即个部分就是讲，即阵应该是差不多6月中吼，若是真正即个第二阶段，即个所有的即个升送的即个40万份啦吼，有过啊吼，无太掉的话啦吼，就是讲6月差不多中的即个时间会去做一寡另外即个罢免的即个投票啦。另外嘛要请教兵中啦吼。头拄仔咱嘛有讲着一人救全党，啊头拄仔咱朴勇嘛有讲吼，过去你的这个论述，敢若亲像是较过去的这个国民党，你敢有赞同这种讲法？安尼啦，阮行动有行动的路线，我感觉中国国民党自从李登辉咧后期70个路线，拢安尼摇来摇去吼，变来变去吼。啊，头拄仔吼是趣味伫倒位呢？咱的这个罗议员头拄有讲着嘛，讲阮地方出身的吼，所以阮较无讲政治路线的物件，但是即马韩国瑜伊嘛是地方的首长的问题，但是你看即马罢免韩国瑜的理由当中，吼，他都有讲出来，其实认为伊的两岸问题，认为伊所谓亲中的问题嘛吼，啊，但是你即马是因为你咧罢免高雄市长嘛，所以表示讲政治路线也是重要嘛。你无讲政治路线的时阵，人即马摕你他拄仔讲的话来拍嘛，讲啊，恁江启臣主席敢若嘛无听伊的路线，安尼你即马如何听伊吼？但是我即马来讲就是吼，这叫做武政治。若是今仔日是因为伊政治路线这吼来罢免，这是咧武政治。啊，他都有讲到，就是讲选举，这近2当拢咧选举，好不容易今年吼会当小休困。啊，头拄民进党的委员吼嘛，敢若咧安尼咧发誓啦吼，讲催动大家爱去即个投这个罢免的票。其实徛在民进党的立场也好，啊是徛在讲我相信出来发动罢免的人，嘛无希望互讲我是武政治吼，一定拢讲我是为着人民嘛吼啊。既然讲真正是为着人民来讲，你应该互韩国瑜继续做，伊若做无好就才逼出来嘛。若无你即马若是去甲罢免的时阵，你是替韩国瑜找一个借口投票。因为拄好讲嘛，你看拢是因甲阮欺负，你看这2党拢咧选举，即马搁咧继续创罢免，所以根本无时间互我好好做，吼，永远拢咧动员。所以我看有一寡民进党家己朋友嘛咧分析，讲即马若是差这罢免差伤大，对民进党可能嘛不利。其实对着即马要讲，吼，阮是为着人民的问题，为着市政，毋是为着政治斗争。若是真正是安尼的时阵，你知影罢免嘛爱足侪资源。啊，过去民进党嘛讲啊，讲会换人做看卖，换党做看卖。民进党伫高雄已经20党啊，即马打只换韩国瑜当外，你无互伊一点仔时间表现看卖啊？若真正讲哦，像大家讲啊，草包啦、无能啦，啊，这无法度做啦、含慢啦，搁过2党出来就真正铺现。到时阵韩国瑜
要来辩，是毋是嘛无辩解照会照靠？后所以悔这个选举的时候，对，因为咱为什么台湾对着罢免咱的法律规定门槛有要求遐尼悬，就是因为照讲已经有一个改选的制度嘛，每4年就改选一届，那真正伊后壁做无好，到了这个2冬后，2冬外后，搁要改选市长的时阵，韩国瑜要辩，相信阮嘛要替伊辩的时阵嘛歹辩嘛，那伊真正遐含慢，啊，即马你若家罢免啊，人有照靠哦。这2冬拢咧创选举啊，逐工咧舞政治啊，即马搁咧遐舞这个罢免，所以若是讲要证明讲，毋是为着政治斗争，毋是为着足侪韩粉咧怀疑，讲是毋是因为你发动的人过去甲民进党关系较好，为着做生意，即马换人你无好做，啊是讲有人讲，因为韩国瑜是即马国民党唯一真正有法度甲草地人跋烂，有法度互草地人感觉讲，听有啊咱的心声，所以是唯一会当对抗民进党的，所以民进党认为讲无甲伊。最后，讲歹听叫做灭口啦，无即个软土深掘，掘到底袂使，所以照着即马国民党拄啊好规个气势咧衰尾，若无继续拍到底袂用劲。你互人有即种感觉嘛？认为讲你即马是趁着讲啊拄啊好即马国民党打败选，搁继续拍落去，韩国瑜永远拢袂当徛起。就变政治斗争嘛。若是讲毋是，阮真正是认为讲伊市政有问题，伊的能力有问题。安尼2冬外后该选哦。到时韩国瑜搁要来辩的时阵，借口嘛搁较少啊。所以我认为是安尼先，对民进党也好，对着咱真正要证明讲毋是咧舞政治的，小休困啊！已经选啊2冬啊，毋是逐工咧舞政治，好，就互你做看卖。你讲换人做看卖，换党做看卖嘛，互你做看卖嘛。咱民进党无啥物唔敢互你看的嘛，是啦，都是讲过去的代志，你去掀开啊，你去即个监督看卖，你去检查袂要紧啊，你有即个欺骗，大家无话讲。是啦，咱咧讲头段嘛有讲到啦吼，选举甲罢免，其实拢是咱制度上已经有的啦吼。就是头段即个边中伊讲的即个部分嘛无毋对，就是讲执政党伫遮可能嘛是袂当安尼化休，但是其实即个人数是民间团体发起的。是，我感觉是安尼啦吼，就是讲把罢免这个议题变成蓝绿对决，其实是一个对，我觉得是一个很看不起市民的这个智慧，然后就是讲，咱伫罢免内底有一个主体叫做高雄市民，伊毋是民进党，包括着柯文哲咧讲的，什么伊相信民进党党中央的智慧吼，要延迟，无要延后，我感觉这拢是少看袂起高雄市民啦吼，因为主体是人，主体是市民，毋是民进党。是，但是我看到真侪论述拢想要把这个物件变成所谓的蓝绿对决，可能对。吹到韩国瑜这边的票有帮助，我唔知因的算法是啥物，但是我讲的是讲吼，这个去互韩国瑜做看卖，这个论述嘛怪怪，就是讲过去一当时我叫你去选举的，毋是嘛？毋是高雄市民叫你去选举的，是你韩国瑜家己想要选，是你国民党需要这个人来选总统，所以毋是市民叫你去选举的，你袂当讲你即马要转来，佮甲我讲因为选举吼真忝啦，所以咱即马来专心舞政治。市民伫你选调了，12月25号开始到6月份开始活动，罢免有半冬的时间有互你舞市政，但是你舞袂起来，而且你这舞市政的这半年内底，包括着这个议会准时下班的嘛好啦，要即顺用抽签的嘛好啦，这拢是你讲中国国民党底下耍的把戏嘛吼。所以我要讲的是讲，这道咱的这罢免是主体是高雄市民，包括着连署的这个数量嘛是市民授权的，吼，什么所谓的罢韩式君子，什么所谓的罢韩团体，这拢毋是重点，重点是市民行伫咱的头前。所以咱即摆翻头尾问的是讲市民爱啥？如果市民想要这个市长落来，咱就来做这个代志嘛。吼，今仔日咱是安那罢免有遐尼紧的时间，40天就冲过50万，是因为冲过55万份嘛，是因为市民早就挡袂掉啊，毋是吗？如果市民认为讲真正搁会让互伊做3天4天好，袂要紧，安尼咱罢免绝对会失败，嘛毋免大家来舞这个物件嘛。是，所以咱继续请教咱的议员吼，你嘛是地方出身的。头拄仔咱讲市民优先啦吼，你安怎建议讲这个韩国瑜市长继续安尼做？我拄则是听到我要补充时，我真正听到满的就是抹黑吼，满的就是恁囝放屁肠仔咧大，阮囝放屁肠仔咧烂。你讲吼，啥物江启臣无去保护，无去甲伊救，我讲甲足坦白，无啥物文字游戏旧的牌吼，新的牌，就足简单呢。江启臣。到底今麦话台湾优先，韩国瑜进检国家安全，国家是啥？就中华民国嘛。蔡英文讲甲足清楚的，之前拢讲台湾，今麦嘛讲中华民国台湾，所以咱就是希望讲，唔拿咱的与时俱进，希望讲跟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江启臣就简单的，韩国瑜是今麦咱国民党最重要的资产，因为一是因为的东莞，它的路线就是人民最大，要。
他进去建中联办，唔是嘛是爱签 NOU， 要为着咱的农民赚到钱。啊，较早咱的民进党足侪官员嘛是去见面这中联办的一寡高层，但是咱袂去怪民进党，为虾米？就是一个态度，一个心态。你若态度、心态抓好安，咱就是台湾优先，中华民国，所以即马一定拢无问题。所以我相信即马的韩市长有咧认真做工课，阮一定会度过这个难关。高雄市的市民，他们的智慧跟标准，我相信一句话很简单：爱与包容一定会让我们再继续表现，把它做完剩下的任期。我对韩国瑜市长非常的有信心，也对江启臣未来国民党整个改革改变非常有信心。是，所以咱对高雄市民嘛有信心啦吼。所以另外，咱嘛讲到今仔国民党有拄到两大问题，就是讲拄到这个罢免，嘛拄到这个九二共识，到底安怎立场上安怎搁去行吼？国民党搁较好，互咱台湾政治吼这个政党的政治啦吼，嘛搁较好势啦。今日非常感谢徐来宾，感谢，多谢。谢谢。谢谢。